续要来讲台湾的生育率真低。国家发展委员会报告，每一个妇女平均才生一个囡仔，若是照安尼继续落去，45年后新生儿的人数会为目前的1年18万变成7万。这个托育政策催生联盟提出着建议，予总统候选人来做参考，希望会当翻转台湾少子化甲高龄化的命运。5年之内，我们要增加3000班。2020总统大选托育政策未少民众关注，但是民间团体认为，在少子化环境、托育环境也阁需要加强。那我们这次提出的重点就是，爸爸同时给他育婴假，一起去照顾那个新生的小婴儿，这样能够让女性安心的来生养。主张营利照顾爱性别平等。妈妈请产假，爸爸嘛应该爱同时请育婴假，才要让妈妈家己面对好闹盈利。爸爸请育婴假，第1个月应该当请领9成薪水，并不是只有现行的6成。让公幼跟非营利幼儿园的服务的总量能可以达到7成，在10年内。另外，亲像新南会以来爱推动普及式的公共托育，互爸爸妈妈都会当出去赚钱。2岁到6岁，公共托育应该爱占7成，减去民众的负担。6岁到12岁，爱普设课后照顾班，希望会当配合家长的工时，才会正式建言。希望未来总统候选人参考，量早改变台湾的少子化甲高龄化现象。